这个位置本来就是文化中心的平面停车场，那我们透过跟前瞻建设争取预算呢，把这个平面停车场立体化，那变成是一个7+18层楼的立体停车场，还有一个地下1层楼的机车的停车场，那总共可以提供211个汽车席位跟172个机车席位。我想对于解决不管是周边民众的停车问题，跟要来文化中心看展参观的民众的停车问题的解决，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市政府对于停车场立体化的政策会持续的进行。那今年下半年也还会有大概2场的这个前瞻立体停车场会来这个完工来启用。那我想会持续的来跟中央争取预算，也在持续规划市区的立体停车场的建设。在我们里民也等了很多年，盖好之后也会让我们周遭的里民停车更方便，因为那个也疏解到我们文化中心展演之後的停車問題。長榮酒店的停車機車也可以疏解，真的是對我們忠孝里這裡的停車有很大的改善。在1樓跟1樓的挑工區，也就是有2層樓的一個高度呢，未來將由我們文化局來規劃為文化中心的一個藝廊使用預定在今年年底，那我們就會完成室內裝修。那馬上呢，我們就會來策劃第1檔的一個特展，會有成大的陳明慧陳老師以多元族群的角度，然後結合多媒體的一個創作我們來展現一個文化中心複合空間一個藝廊的一個展示的一個功能。那這個會在明年的一個上半年呢，我們就會向各位市民來推出，也歡迎各位市民在享受一個便利的一個停車空間的時候，也能夠來觀賞我們優質的一個藝文作品的一個展出。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解文化中心新风貌，智慧前瞻好停车，台南文化中心立体停车场正式启用。我们东区文化中心旁边的立体停车场以及演艺空间，终于能够停车场先试先行，先能完成。那么我们文化中心的在演艺厅新增加1、2楼的演艺厅这个部分，也将紧锣密鼓的展开，即将完成。因为这个地方为了要维持文化中心的展演活动，所以说是等于说穿着西装改西装，因此工程进度没有办法大刀阔斧很快的进行。总之，也让周边的里民以及台南市民盼来了新的这个停车空间，尤其在东区寸土寸金的地方，那停车空间稀缺的地方，我们能够及时提供211个汽车以及172个机车，对民众的停车拥塞的情形的疏解是有帮助的。那随后东区还有其他的地方，包括监理站的这个旁边的图书馆以及立体停车场，还有北区的承德里的立体停车场，以及原来这个善化的 LM 区的立体停车场，还有永康成功里的立体停车场，这些都会陆陆续续在这1、2年内完工。那未来也希望更多的、更大幅度的疏解我们停车的需求。你好，我是俊杰，欢迎收看3月17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台南市会上午召开第4届第8次临时会，会中将对抗疫利益台南地动因应甲处理进行专案报告。其中议员关心无大段的受灾保障问题，市长明确回应，伫3月20日临时会结束，地列出救助金额。抗疫利益地动，台南的山区受创严重。尤其南西、玉井、南华、甲日东山是重灾区。市府到3月13日统计，民众通报的房屋受损总共有4120件，其中被打红单有499件，黄单1546件，未打单的部分有2074件。市府依照社会急难办法，针对打单的部分，拢会用现款的补偿来救助。但议员关心无打单的部分，市府是毋是嘛爱照顾？对此，市长嘛回应，会伫个黄红单处理完，3月20日临时会结束时来控列经费。对于未贴单的部分，我们会视取补助。
但是这绝对不是说像保险公司理赔一样，一件一件跟你算，然后又要求这个部分。坦白讲，我们大概能够做到就框列一个整数，这个红黄单的部分我们也要把它列进去，所以加起来总共是4000户。那大家想看4000户，如果一户补助1万块，就是4000万；一户补助5万块，就2亿。坦白讲，这都是天文数字。因此呢，我们必须等这个我刚刚承诺的是在礼拜5。之前就是3月20日之前，我们在这个部分要求中央补上一个修缮费用。只要在这一页，我们在这个就是报告里面，我们3党协商再补上一个修缮费用的话，它就可以来帮我们台南市处理这些红黄单，我们没有办法去应付，我们没有办法去付的这些就是给救助给这些灾民的这些费用。那只要把这个部分处理好了，我们就可以优先来匡列我们未贴单补助的部分。我们未贴单补助的部分，我们要怎么匡列？就是你们要去研拟。伫个救助部分，台南县进前0206善款转做社会急难救助，才用用伫个即届0121的救助。如果单纯以即届0121社会关注4800万左右，议员担心无够使用，因此现场嘛有议员提议，将市府各局处要捐赠予各团体奖助经费，会用用伫社会救助金的专户，帮助重大灾害灾损的消耗。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市中西区莱雅大楼受到0121地震影响，外墙的铁路甲厝顶外围的矮墙拢落落去，造成路边的车辆毁损。虽然无人伤亡，不过对着公共安全已经造成严重威胁。17号，议员伫地震的专案报告，就要求市府加紧脚步来处理。对此，干务局表示，将提供建物安全鉴定报告，要求所有权人自行拆除，若无配合，将强制拆除。过年初2地震了后，中西区福建路莱雅大楼外墙铁路绑落，焊着2台车。干务局委托专业技术团队鉴定建筑结构强度，结果认定是海沙厝，建议拆除。因此，将依照建筑法发函所有权人赶紧拆除。不过，议员反映，住户到目前也未收到报告。拆除的后续，也接到很多住户的反映，说到底鉴定报告是什么，他们都不知道，所以要请公务局尽快的提供鉴定报告给我们所有的住户，了解一下说这个大楼到底是什么状况，还有拆除经费到底要怎么去处理。拆除经费对倒位来？大楼所有权人有60多人，无管理委员会，爱伫45天以内整合协调，限期改善，恐惊有困难。加上自动建筑其实已经用地侪冬，曾经也阁有3款纠纷。干务局长伫议会质询的时阵表示，爱拆除其实跟地震无关系。袂用的用红黄单来补助。如果说民众说要申请，因为贴红单是要申请补助，是有办法的吗？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没有，它是本身因为海它的问题，其实跟这个地震是没有关系的嘛，是没有关联性的。拆除费用一定是由住户跟管委会他们来这边来做处理，但是现在流程是我们会跟他限期来做，要求他做一个处理。那如果说他们没有动作的话，你们会强拆，然后再费用叫他们来处理。来，没有错，我们大概会朝着这个方式来做。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请市政府，你们除了要做通盘的检查之外，针对这些可能海沙物的问题，还是等等的，公权力要怎么来适当的介入？议员呼吁市府爱正视海沙厝的问题，全面检查是不是也阁有莱雅大楼的存在，同时伫确保公共安全的前提之下。爱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台南新闻杨顺怀、林根采访报道。由台南市各行各业组成的展顺良自由会15号举行第23届会员大会，会中议员郑志杰嘛呈现文件的成绩单，包括争取多功能立体停车场、德国厝公园游戏场等多项建设。伊表示，未来将继续打拼，争取良友会会员支持。
热烈的鼓声当中，第23届展顺良基友会会员大会顶场，台南市县郑芝杰111年伫良友会小厅之下当选，任期间监督市政、争取建设、为民服务。即天除了发表家己的政绩之外，更是开169桌，感谢良友会会员顾问团的帮助，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让芝杰在从政的这个日子里面每天都很有动力。那过去2年，芝杰在东区完成了不少的建设，包括特色公园的改造有试做，还有未来我们这个把公车暂停艺术化，以及这个 U-Bike 站点在东区，光我们服务处设置的就有52个站点。那地方公益跟这个社会公益更是没不胜举。会中甲争取的公共建设，包括立体停车场、活动中心、地设公园到社会公益，透过影片一项一项的成果，互市民检验，互身为爸爸的詹顺良看了相当骄傲。我查某囝虽然是查囡仔，但是伊个性绝对无输查某的，巾帼不让须眉。所以你讲，我既然甲这个查囝奉献到社会，我就希望伊当对社会会当安尼，互整个社会会当和谐发展。除了家己人，无分党派议员拢到场，连想要参选台南市长的立委这2届陈廷辉嘛来了。政治的工作交予芝杰，进前交予阿凯，即马交予芝杰，会当讲一个人当选，3个人服务。良友会是一群见义勇为、挺身而出、捍卫社会公义、打击官商勾结的团体。距离2026年还有一段外的时间，就用市政建设来讲话。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2005年，全台湾第一场彩虹游行伫台南登场。今年活动以百姓归海为主题，采取庙会游行的方式，请妈祖神尊坐上野鸽车，配合北管的乐团，相当的热烈。去不少同志甲伴侣做伙牵手参加。台南彩虹游行今年迈入第8届，不少民团政党都来响应，加上圈内朋友，现场有2万人参加。今年主题是八仙过海，不少人都创意打扮，有人直接披上八仙彩，还有人 cosplay 成黑面妈祖、千里眼和顺风耳，非常养眼。游行是以庙会为主题的，所以扮神明刚刚好。这届可说是充满众神之都的特色，以庙会形式游行，开来一台一格车，让6名小朋友和网红夫妇之道扮成八仙坐上去，沿路发送小礼物。特别的是，车上竟然有温陵庙的妈祖坐镇，打破宗教的刻板印象。那我们有跟妈祖请示啊，妈祖对这个事情他也是持比较客观正面的态度来看待这个大家对两性的看法。能够把这个艺术文化跟这个台南彩虹游行做一个结合呢，是一个非常突破的一个创举。而且我们2人其实在我们的频道夫妇之道里面，我们其实每年都会参与北港的艺阁。怎么样让这个游行真的有一种台南配靠、台南款，是我们一直很在意的一个点，所以就会想要在我们生活中占很重要的民俗的活动还有一些比如说是板的这些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接触到的元素一起融入进来，让台南彩虹游行真的是一个有贴近在地生活的一个活动。广场舞台也由风神宝宝儿童剧团带来演出，让大小朋友把性平议题扎根。台南彩虹联盟认为，现在虽然达到婚姻平权的目标，但仍有尚未被平等对待的地方。希望同志社群能像八仙一样大显神通，让社会落实多元性别。即将收怀谈的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
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2025年乐活昆士湾活动15号下晡伫万里万年殿广场热烈登场，会中结合昆新、喜球、万里3个所在小旅行体验以及美食飨宴等活动，持续带动地方的发展，也要带民众更加深入了解南区。伫个新光国小固定甲人狮团的表演，2025年乐活昆戏湾的活动，15号下午伫个万里万年殿的广场热烈来登场，包括副市长叶铁山、南区区长肖秀华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里长，甲13间大庙的主委拢到场出席，场面热烈。2、1，乐活昆戏湾正式登场。谢谢大家哈。今天呢，我们的活动除了我们舞台左手边这边哈，有我们手做的王船，还有我们的古早味的红菇粿，以外呢，还有阮的迄个菜宴哈，阮的小旅行。那其实我们虽然主场在我们万年殿这边，那为了串联3个地方哈，我们3个地方都有办理小旅行哈。那下个礼拜还有一场在我们昆山哈，我们都知道我们昆山其实有很漂亮的红树林。那透过我们的观光船可以行销我们的红树林哈，那所以我们也跟我们在地的善法协会做一个结合哈，可以带动我们地方的一个发展。那希望透过每一年的昆喜湾活动来行销我们南区。副市长叶铁山表示，乐活昆喜湾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6档，这个活动会用举办这么久，除了在地认同，另外就是当地历史甲文化的特色。咱南区这乐活昆喜湾这活动可以持续16年，其实有一个原因，我感觉有3大的特色。第一就是啥？伊的历史甲文化非常有特色。咱若行入去讲昆新、万里、喜球啊，你若行入去咧庄头哦，你会当感受到讲哇，这个所在过去的历史文化，走在巷弄间那种文化历史的氛围。非常无同款，所以在座这爸爸妈妈其实有时间会当带咱的囡仔去行行，去看看。现场除了几个角色精彩的表演，甲个亲子的活动，有社区特色的 DIY、手做网船，甲个彩画顶，以及模范泡泡秀。你当头戏昆戏湾的风味餐，今年因为一开放订桌，100桌真紧就被订完，因此万年殿嘛特别追加到151桌。互民众会用超大的价格来享受美味的飨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2005年乐活昆士湾活动连续2天伫昆新喜球万里盛大举行，其中当头戏的美食风味餐16号暗时登场，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廷辉以及侪民代贵宾拢到场，请上千位民众组织。品尝澎湃在地料理。连续16天举办的乐活昆戏湾的活动，每年分别伫个昆新、喜球甲万里3个所在轮流来办理。其中的当头戏风味餐，使用当地食材来入菜。16号暗时，伫个万年殿广场来登场，吸引上千位民众来聚集，品尝上澎湃、上在地风味大餐。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廷辉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嘛拢到场共同参与。今仔日安尼，风正透，但是食小上介好安尼，因为咱的海西阿海师伊的精心料理的风味餐，我想一定互大家非常满意。而且感谢咱万里店甲咱支持，嘛真感谢咱各位里长咧菜单的拟定拢有做斗相共的。咱各位议员咱各位立委的秘书拢来遮共襄盛举感谢公所办这个风味餐，明年要定请早，因为我们这个秒杀这个本来是讲100桌即嘛变151桌。讲到咱万年的美食大家都感觉讲一直听不头然后还有我们特别的王爷文化祭所以我相信都是大家努力
一步一步借着我们地方的主委大家的努力，才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所以今天你给一个风味，除了是昆喜湾的风味餐，今天多了一个味道，不一样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因为真的风很大，所以大家我进来，大家都有戴帽子然后，但是这个永远难忘。昆喜湾风味餐的杜子表示，今年推出10道的料理，结合在地特色。包括新鲜的虾啊、蚵啊，还有凉刷顶，每一道料理要让民众吃了欢喜。第一道菜就是五喜临门，第二道菜就是我们那个台南的特色料理鱼翅羹，然后我们今天有炒鳝鱼、茶青龙鳕鱼，还有一个那个我们的台南小卷，品那个白酱酥。南区公所表示。昆喜湾风味餐的美食，今年主办场地伫个万里的万年店举行。伊嘛感谢庙方赞助每一道1,200块，互参加的民众会用以优惠的价少3800块，就用享受价值5000块的风味料理。现场总共是开151道，民众一边品尝料理，一边还佫用欣赏节目，互台顶甲台卡大家互相来互动，度过一个欢乐的美食飨宴。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台湾美食动行机车推广协会为了庆祝成立20周年，举办专台车友的聚会，在好伫安南区正统罗里门圣母庙举行。总共来自专台大约1500台大型的动机，场面壮观。由CRC美食动行机车推广协会举办，为庆祝成立20周年。特别举办专台美食动机的大会师的活动，来自全国CRC总共20个分会甲的车队，分别骑着包括哈雷、印第安、BMW 等知名品牌的美食风格动机，做伙伫个正统罗里门圣母庙来聚集，场面盛大。台湾美式重型机车成立到今年刚好是20周年。那我们利用20周年的这个日子呢，我们就是把全省呢喜欢美式重型机车的一些骑士呢全部聚集在这里。那我们就是一直秉持的就是不飙车然后骑帅不骑快那今天呢，我们在事前也经过那个我们的圣母庙的妈祖娘娘的同意那跟他借用这个广场来举行盛大来举办我们的20周年的那个一个联欢晚会。强调骑帅不骑快的美食动机协会，事前经过圣母庙妈祖的同意来借用场地，现场包括庙方人员、民意代表、立委陈廷辉，甲日前议长郭信良拢前来表示欢迎。伫个聚集以后，一行人嘛进入庙来参拜，祈求活动顺利、车友平安。接续还有大合照以及着车队洗头绳的游行活动。沿路展现哈雷动行机车的特别的风采，甲着文化魅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庆祝健保30周年，中央健保署南区业务组甲台南开基玉峰宫合作举办健行嘉年华，吸引超过2000人热情参与，活动圆满顺利。健康台湾欢喜做伙行采鸡活动。伫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健保署署长施崇良、玉峰宫主委涂大松、立委陈廷辉以及台南市医师公会罗俊良理事长等贵宾卡罗甲会事务后，为健保署南区业务组出发，总长3.6公里，行经25个府城古迹，最后来到开基玉峰宫，现场设有生态病院、基密病院、部立台南病院等医疗院所，适当宣导健康资讯。中西区公所以及北区公所进行天高热灾害防治等卫教宣导，以健康的活动规划，共同庆祝健保30周年。健保30，健康台湾。我们选择台南呢来举办这个欢庆健保30年，那同时呢也借这个机会来宣扬健康台湾的理念，希望国人更健康，健保可以永续的发展。当然也要在这个机会里面呢感谢玉皇宫那过去呢给我们捐赠了
那么超过2700万，在偏乡的一些医疗的设备的捐赠，还有这个居家的照顾的远距医疗，那么对我们民众的照顾那么如虎添翼啦。所以我们接下来希望透过政府还有民间跟民众大家的合作，让健保可以永续发展，大家也更健康。资方啦这些善男信女，大家有钱捐钱，有钱出力这样的话，我们集合了大家的这些捐款，那捐款用在我们刚好健保署有这个机会了也让我们这个公庙可以透过信仰反馈到整个社会了，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整个社会资源最好的一个方向，也是这个优良我们传统公庙文化的一个提升啊。主办单位透过采购嘉年华活动，邀请民众走出户外，做伙响应运动风气，同时嘛提升了自我健康照护意识，甲大家做伙活出健康甲快乐。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3月开始，台南商会季节除了台湾国际蓝灯盛大开幕，其实真侪区域拢通商会。其中伫安平渔光岛10几年前所在前的日本婴儿会，今年已经全部盛开。美丽景色，嘛互附近随服益智中心特别规划社区活动课程，带学员来商会。因有丰富生态景观的渔光岛，每到假日总是吸引游客来行搭。尤其今年3月花开的季节，伫路边所在前的日本婴儿花全开拓100多公尺的花海，相当美丽，嘛成为随服益智中心每礼拜一摆所规划社区活动真好的所在。学员伫教保人员带队来赏花，要来翕相，学员嘛一直回应作水。假是附近的居民讲，花景10多冬来，今年盛开上水。即马啊，到即个时阵阮农历就连2月3月嘛，3月这时阵，迄个樱啊花开啊足水，足侪人来咧翕相、欣赏安尼咧看，拢安尼啊，真侪啦，侪人来今年花开了水啦，开了足招红、足水、足侪。随服益智中心为了让学员融入社区，了解社区的生态，进一步加居民互动，除了季节性的时节来赏花以外，来到公园游乐设施嘛是因上食行搭的所在。季节已经互因未退休，愿意行出户外接触人群。难得因为现在是春天嘛，所以我们刚好地利之便，就带着我们的服务对象来这边看花。那这个公园也是我们瑞富的学童呢，我们瑞富的服务对象常来的地方。那我们也配合社区活动的一个单元的一个课程的进度，让我们的服务对象能够了解社区的生态，还有跟居民们能够融合，然后第一个让居民呢对我们的身障朋友能够多一层的认识。后一摆若经过花海，看见这群高水学员，不妨甲因拍一声招呼。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17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阮吉，咱再会。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
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